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寒流发威，今仔早起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新北石顶，敢若3度6，玉山降到零下14度半，全台1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国内流感的疫情滚高，即马过年民众南来北往，过来过去，疾管署预告过年了，恐惊一礼拜会有15万人因为流感就医。高南地区直直发生地震，台南南西有真侪受灾户厝拢无法度住，市府除了协助因安置，也甲因穿一顿青草的做回来围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8公视台语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来关心到即马寒流发威，全台湾拢寒死死。今仔早起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咧新北石顶，敢若3度6，因为玉山是降到零下14度半，创50冬来的低温纪录。气象署有继续针对全台湾17个县市来发布低温特报，提醒观众朋友着一定爱穿好少。对玉山北风气象站来看玉山的主峰，会当看到伊规个雨势砍掉，变做一片美丽的银白世界。寒流发威，全台湾一日变甲真寒。气象署讲，玉山伫半暝2.04分，低温敢若零下14.5度。这个当天的低温是创10年以来的纪录。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北市的石顶啊，半暝12.43分，敢若3.6度。第二低温是伫苗栗的公馆，敢若4.3度。虽然讲上寒的时间点已经过啊，但是初一同款嘛是真寒。最冷的大概就是今天清晨这段时间，所以明天清晨的话，相对来说会比今天稍微再回升1-2度，我回升的幅度没有特别多，不过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寒冷这样子。气象署持续针对一寡县市是发布真正有够寒的感觉色灯号，有6度以下是持续10度左右的低温发生的几率。日九暝全台湾是好天到济云，到初一透早嘛是同款真寒，若想要感觉明显回温，就要等到初2以后。初2跟初3的话，白天的高温还会再持续的回升，预计初3的话，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20度以上，大概各地都可以来到20到24度。另外，日九暝国道交通一般来讲，阁算是真顺，不过对初一开始走春，高公局预估会开始有较侪车去到东部。国五南翔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预计从早上6点开始就会有车流出现，并将持续到下午的6点。另外，伫连假的上尾2天和后礼拜一开工这天，会有另外一波冷空气落南。目前伫开工日了后，冷空气的强度会阁一摆来到大陆冷气团的顶级，到时天气就会阁开始转偏寒。记者综合报道。自从顶礼拜嘉义大埔发生规模6.4的地震以来，是一直咧发生地震尾。台南南西有真侪受灾户厝拢无法度住，市府除了协助因安置，也伫咧阴暗日九暝，甲因穿一顿青草的做回来围炉。日月透早，台南市社会局的人员就伫咧南西立碧园无用咧布置会场，准备下晡围炉的餐会，要互灾民买当感受过年的气氛。这基督嘛，互这灾民感动在心。足感谢市长佮区长遮吼，对阮遮的灾民遮关心啦。拄啊要过年，佮碰到这地震安尼吼，真正毋知影要安那。伫遮上无遇到像这几天余震，大家免惊讲，一直想要冲出去室外迄种感觉，上无较安心啦。现在是过好日就好了，不用团圆。对啊。像你们都叫小孩都不用回来。不用回来，你回来我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睡啊，也没有办法煮饭给他们吃啊。嘉义大埔2发生规模6.4的地震了后，到当一直也有地震尾。28:7:23，台南市南西区阁发生规模4.6的地震。目前高市南西立碧园都已经收容109个灾民，有的灾民要时暂伫咧因兜外口大埔旁坚守工园，无去收容中心，就是要甲收容的空间，互更较需要的人。还无多啊，剩下的就是会待在这边过年，因为遐户比一寡更加需要的独居老人。恁遮敢我都煮食啥？啊，要安怎？啊，就摕早拢买素食的，大家拜拜，公妈都正本拜时，要我来拜啊，就甲拜拜安尼，然后都
天灾也无法多啦。那么特别今天是除夕，我们黄伟哲市长特别在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灾民来做围炉。那当然最近还是有地震频传所以我们整个量能最高可以达到220人。虽然是围炉暝，不过拄到天灾嘛无法度，就爱伫外口大布棚，食饭嘛，干那会当简单食。地震了后，南西区受损真严重，或者民众有路无厝，加在大家爱心甲物资送来灾区，互因伫过年时阵嘛会当感受温暖。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当要无用穿围炉菜，毋过伫咧台北市是有一个都市西，伊的火鼎、人绳全部拢去互人偷搬去，无法度煮正做生理。警方就要找到一个嫌犯，讲伊掠准这人绳是无爱伫才会捡去回收，卖96块。但即马这个嫌犯佫判一条窃盗的罪名。香港的红肉是年菜重点的菜路之一，嘛是台北东区一间私人厨房的招牌。这间店标着拢是真出名的人的签名。今年因卖年菜，早就去互人客煮问了了。想袂到刀子、甲人绳、甲快速炉等等的物件，放伫灶骹后壁的空地啊。1月27透早准备要来款了，所发现这物件拢拍无去。超级担心的，就是整个出餐完全都是很担心没办法出，因为我们当天下午就有大概60几组至90组的那个客人要取餐，对，那我们当下都是很紧张就是赶快报警。因为烦恼袂赴传年菜，对人客无法度交代，这个导致随报案。警方调监视器，发现一个查某人为空地甲人绳甲快速炉用奥多摆载去，后来有找到这个人，也拿人绳甲快速炉嘛有找回来。这次是因为做年菜的部分所以才承租这一些做外汇的器具。对，那我们本身是主要都是在那个店家里面作业这样。第一次遇到对第一年在这边办那种类似外汇这样子，整个就是很傻眼。警方迅速调阅监视器画面，在1小时内循线查缉良性窃嫌到案说明，并查扣餐厅遭窃的大型蒸笼与快速炉。警方侦讯的时阵，这个查某人讲，伊就是这个人绳甲快速炉是要回收的物件，才会甲搬走，拢总卖96块。不过嘛，因为安尼，防以窃盗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己水上有一对翁仔某驶车载囡仔出门，因落车买物件，煞互4岁囡仔家己留咧车顶，无张伫向发生火烧车。加在这个囡仔是有赶紧互救出来，目前还搁伫咧甲护病房抢救。社会局表示，爸母放106岁囡仔家己留咧车顶，会依法来甲因裁罚。跟伫卖场停车场的车是先请白烟，搁请黑烟，民众冲入去卖场摕消防罐，这对翁仔某嘛较紧走过去车遐，因为因4岁的囝是一个人伫咧车内面，两个人找无囝，因为热心的民众发现查某囡仔对后车厢爬出来，紧甲抱离开。不要摸，他们单手不要去追到他。女性26岁及男童4岁，皆为身体部分受伤，意识清楚。民众讲，这台车是停无10分就开始请烟，拍火时阵才发现查甫囡仔家己一个红豆伫咧车顶。伊传个囡仔摸，囡仔因爬到后背啊，摸个他有一个妈妈在旁边，在那个怎么很难过这边哭喊，那我才知道说糟糕，怎么里面居然会有小朋友在车里面。查甫囡仔送病医了后，伊呼吸、心跳拢无问题，但是面头、皮手拢有2度的小烫伤，嘛互烟砸到，需要伫家护病房插管。如果说有确定是毒瘤的话，可能会涉及到裁处的问题。官府表示讲，囡仔含少年福利含权益保障法规定讲，6岁以下囡仔袂当家己一个人，违反规定会当罚3000到15000。爸母嘛要接受亲职教育的辅导。消防局表示讲，初步火调并无外力，确实导火原因都要搁厘清，嘛提醒民众要定期检修车，避免造成事故。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流感的疫情滚价，即马过年民众南来北往，往来往去。疾管署预估，恐惊一礼拜过年一礼拜了后，会有15万人因为流感来就医。提醒观众朋友，得要注意防疫。若是出现流感的症头，初1到初3，拢总有157间病院有开特别门诊，量早去互医生看。一九暝围炉食团圆饭，防疫嘛袂当减，才会当避免去得流行感冒。疾管署讲，国内流感疫情当在升温，即马是伫咧流行期。敢若最近类流感门急诊的就诊人数，都是最近10个流感季降期上悬。如果你没有打过流感疫苗，你如果得到流感，有时候真的也蛮厉害的哦，因为它会发烧、发冷、头痛、全身酸痛，让你很疲倦、很疲倦。这时候呢，你一定要赶快到我们目前的医疗院所，有些急诊都还有开。
根据疾管署英国监测资料显示，讲急诊类流感的就诊人次，在旧历过年的期间会较高峰。对2020到2024年，29暝到初5急诊类流感累积的就诊人次来看，人数是对39500个人，当年一直在减，到2023年佫开始变多，去年是突破3万人次，其中佫以初二就诊人次是上侪。为了要顾到民众在过年看医生的需求，疾管署是奖励急救责任病院，在初1到初3开特别门诊，会当来医包括呼吸道在内真侪项的传染病，拢总有157间病院来配合，规月会当开到1230个诊处。预测呢会在农历春节过后以后呢，会达到流感的一个最高峰。那到时候呢，每个礼拜呢，大概会有将近15万人次的类流感的一个就诊的一个人次。呼吁民众呢，在这个春节的一个假期的期间呢，要做好手部卫生。疾管署提醒，过年期间民众若出去佚佗，也是含人做伙食饭的时阵，上好是手势闭一个就好，莫握手。若是身体已经出现无爽快，就伫厝休困，阻断传播的风险。若是厝内有65岁以上的老大人出现袂喘气这症头，都要较紧去看医生，降低并发重症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开发出新的 AI 工具 DeepSeek， 因为成本较低，功能嘛无较输美国的产品，所以一个发布就冲击到美国的科技股。其中 AI 晶片大厂辉达的股票是落尾17%，市场价值落大票19条。美国股7日在中国深度交所公司公布低成本人工智慧模型的影响，引起投资人对美国人工智慧龙头地位有可能未保一个烦恼。AI 晶片大厂辉达和其他的晶片制造商，放单出来卖科技类股是震动大落，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是大幅收价，辉达的落幅是16.86%，值得差不多有6000亿的美金，都安尼无去啊。等于是大票19.6条，纳斯达克中场是落3.07%。$5 million spent on the DeepSeek product, but it's $100 billi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with some of these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available. That's what's disrupting markets. 深度交所表示讲，已经开发一款 LLM 大语言模型技术，伊的能力是袂比美国 AI 龙头这竞争对手搁较歹，而且训练成本真低。深度交所27早起已经起哩苹果 App Store 免费应用程式排行榜的榜首。It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y. 分析师认为讲，因为美国政府限制中国摕到先进的 AI 晶片，深度交所这个表现，让人印象真深。但对技术的成就，同款有疑点。It's about 80% functionality relative to ChatGPT, maybe relative to Meta's Llama. There's some strengths, some areas of weakness in terms of what they're able to do. 分析师讲，以功能来讲 ，AI 革命的重点是伫企业使用的实例。虽然讲深度交所是一个真好的模型，但是除非伊会当大量扩充，无是真歹对企业的角度，会当看出伊对美国科技无法度造成任何竞争性的弄调。公司新闻吴文良编译。29暝，毋但人要围炉食青草，高雄甲台北的动物园嘛真用心，替动物来准备好料的。而且因为即马当着寒流，甚至是佫有川姜汤，互因会当食较饱、食较营养的度过这个寒冬。过年加菜啊！高雄的寿山动物园趁29暝替动物来围炉，好食的美国瓜包和马铃薯签是用苹果做的，翅底是食甲欢喜甲，蛇爪骨是食用鸡仔年做的真长的青蛇。好棒在生的泡饭内面有因爱食的黄粉汤，另外还有英果，看因会当食啥。原来因有英果造型的水果大餐会当食。对食物的欲望也高过于对这个造型的好奇，所以他们很快的也就把这个食物就把这个凤梨。就把它吃掉了，让动物们可以提早过年，然后围炉吃年夜饭。另外加菜，还有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动物，工作人员把青豆啊、红枣这天然食材，特别蓝做伙雕做高米糕，包括台湾动物区的高山啊，和非洲动物区的虎狗、狼熊，看到保育员摕高米糕来，拢一粒就甲食了了。这波寒流，互全台湾拢有感觉，远方嘛讲，加菜嘛当帮助动物，袂感觉遐尼寒。在我们的营养添加物，有的时候到了冬天，我们天气真冷的时候，我们会请调配师特别准备姜汤啦等等。那食材这个部分绝对不能少。那这样子让动物能够至少撑过
极端气候的一个阶段。除了用食来保暖的物嘛，一定爱有的动物亲像猩猩会互相揽咧，互家己较温暖。保育员嘛会伫室内铺真高的杂草，伫动物园内面像需要保暖的躺拖，园方嘛会提供保温灯、节拍电火，也是高温板做辅助的热源，尽量保持生态箱啊伫摄氏30度，互蛇、龟这的动物伫天气这么寒内面嘛，同款会当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过年真侪人拢会食菜头粿，望讲会当得一个好彩头。来看，伫咧台北市的迪化街，有一间对做粿工厂改造的餐厅，吸引到真侪人客去遐食菜头粿兼顿卡。即摆已经传到第3代的少年头家是利用网络行销，希望老店的好滋味推广，互愈侪人知影。过年要到啊，伫灶骹甲菜头粿蒸甲赤赤，芳讲讲，伊是粿行第2代的头家娘。当初因为打官身体无爽快，伊和店主场食头路的翁婿，转来接粿行。两翁仔某甲工厂做代志的同事搬转来粿行，请员工照 SOP 来量产，大大增加菜头粿出货量，品质嘛控制甲真稳定。咱第1代。阿公阿嬷做的时阵吼，伊个烹料吼拢是用经验。毋过你安尼变讲吼，有当时啊，这较咸一撮，啊，今仔因就较正一撮啊咧。咱第2代做的时阵，咱个就用 SOP 化，偌济胡椒啦，吼，甲这定出来。这间通更搁大间的店面，原本是粿行的工厂，即马变做少年家上喜意的拍卡餐厅，提供民众伫内底食的服务，互原本通常伫咧传统市场咧卖菜头粿，变做一盘高级的料理，而且搁运用网络电商吸引来自无共地区、无共年岁的人客来买。我是在那个网络上这画一句话到的，然后也有同学介绍我，然后我就直接过来。台南的朋友啊。伊可能拢团购啊，今年团购袂赴啊。粿行伫咧疫情期间生意无好，拄啊好伫咧美国读册后生，因为疫情无法度转去美国，少年人开始想办法运用网络行销，甲工厂变做店面。原本因老爸是足反对的，无想讲会做甲遮尔成功。记者第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过年包红包，这红包落个造型是愈来愈多变化，充满创意。即马毋但是顶悬印的字甲图样，家己铺主是有咧做刺绣的业者，将这一般用纸做的红包落个改做用布刺绣的真够工，一当限量敢若会当做5000的刺绣红包。按照图面的设计，其实用正紧的速度先完成红包落个的花草。人讲用平请一个甲填起来。业者讲，这种刺绣的红包箩啊，干那做一个爱真侪时间，一当上侪做5000个，因为做刺绣的人是愈来愈少，嘛无法度大量来生产。那花想出来的时阵，我再用另外一块布再盖起哩。我要互后壁会使编写的时阵，会使再夹起来。伊这线伫里后头我都去夹，夹好以后，再来有过一遍。所以安尼真好做起来，一个项目嘛爱开点外钟的时间。会比较会有印象说，这不是我们传统看到的。就是只是平面的，它还有立体感，这样。业者表示，铺主逐当距离过年这段时间，真侪同业拢爱赶工替新民准备要换新衫，因为过年进前无用到过年这段时间，拢咧赶这个刺绣的红包箩啊。希望互民众知影，刺绣除了宗教文化以外，嘛会当伫生活当中有无共的运用。送钱都要搞，所以做侪迄种去私人的邻家趁节的时阵，紧甲新年换新衫，拢咧赶这个物件，啊，搁有一寡迄三角旗、零旗之类的物件安尼。刺绣这个行业是咱台湾足重要的行业，那我希望讲，我莫单做咱这个宗教的，咱搁爱做基督教，搁做天主教的，因为像这种红包箩买上济，就是拢一寡无共款宗教的人来信仰来买，所以阮才会做出这种物件。12生上的花草，加上过年的好话，用刺绣和红包箩有无共的模样。家己园的铺主较早用宗教文化带动刺绣产业的发展，即马传统产业变转型，问若要延续地方的历史，嘛要用创意找到新的方向。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正月初一，有真侪民众拢会去庙里排队，要领钱宝、领发财金。伫咧中华部盐的顺德宫，对29暝就开始搭棚啊、摆椅啊，互民众会当坐咧排队，唔免受风寒。
因为伫咧婚林赛的福兴宫，主时嘛要来开庙门抢头香，而且即届是传美金的开运红包，要来发予信众。庙的大布棚，而且伫咧下骹摆椅摆几排，这是为着初一开庙门来做准备。中华保严顺德宫初一开庙门了后，就会分纪念帽甲钱帽。不过因为初一天气还是真寒，庙的烦恼民众排队的伤冷，所以伫咧28围炉这一天，先大布棚甲椅摆好势。明仔载开庙门5:15吼，天气足冷吼，所以咱会为着布棚互大家等的信众吼，才袂安讲安尼遐尼寒互因穿一块衣互因休困坐吼。顺德宫纪念的帽嘛封号做是冠军帽。因为参加挪威铁人3项的选手艾登，2019年伊就是戴这顶帽去参加比赛，摕到冠军。这顶帽怎安尼穿起来，嘛叫做信徒心中会带来好运的物件。每一年的新家顺德宫拢会分新的纪念帽是啥真侪民众排队来领。会专程为了那个很热闹来那个体验一下。那婚林赛的福兴宫是准备9999的红包，内底放1块的美金。伫初一开庙门抢头香了后，就会分予民众。12点准时开庙门，大家来排队，大家莫赶，安全第一，大家才就爱咱庙拜拜，来领咱这个红包安尼。福兴宫表示，今年分的红包数量甲旧年是同款的，不过旧年有真侪民众无领到，按算今年围炉了后，就会开始出现排队的人阵。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家己铺主有一位工艺师替配天宫的四季蓝马用纸做一顶新帽，真有路。而且因为是用纸做的，袂当目淡，要保养要整理嘛是无简单。带大家做伙来看。将新民为新都请落来，铺主配天宫的庙方人员设计来拆四季蓝马的新帽。这顶用纸做的平天冠是2019年四季蓝马开工的时阵，由纸工工艺师蔡成志做的。为了要保持这顶新帽的状况，蔡成志伫过年前专工来替新帽做整理。这顶帽地久一定会有足侪用液的垃圾，尤其这顶帽的设计，这雕刻镂空很多，所以更容易藏污纳垢。咱咧细巡就是当然是尽量甲这内底这芳有无吼，尽量甲洗清气安尼。为2019年到达5冬的时间，这顶新帽顶面已经调厚厚的香烟。蔡成志表示，新帽是纸的材质，捌着水会冷去，所以整理的过程，若袂当捌上侪水，搁爱一边洗一边来调整冷去的所在。这顶帽是我做，不过我嘛唔敢保证，尤其第一摆洗有无，我嘛唔知伊的状况为什么状况，所以说有时候有当下的是爱洗当下立即判断行不行，可不可以。按你清洗的次数跟它的时间。铺主配天宫今年嘛，甲所有内面的新村有做一个更替帽搁3个动作，嘛感谢咱蔡大师伫铺主配天宫所有的这顶四季蓝马，遮尔侪年无清洗，你的手搁焕然一新。蔡成志表示，配天宫的四季蓝马是庙内一张98岁徛横死去的四季兰新树雕刻的，为着要感念新树对地方的庇佑。我当真正用纸糊的工艺替新民做帽趁过年前专工来洗这顶新帽，嘛替这个作品做保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过年，高雄甲最近正出名的吉卡瓦合作办活动，所有袂少番象征这个相机来被盗版仿的吉卡瓦商品。目前著作权方是已经提告侵权，警方嘛要来加强处理。27号暗头，高雄警方来到高流中心附近，发现这名摊商违规摆搭，而且搁咧卖未获授权的吉卡瓦周边的商品，来甲伊盘查。确认林男陈列贩售吉卡瓦周边商品，无官方合法授权。警方表示，违规摆搭的部分先开单告发，无摕到授权涉嫌侵权的行为，这是函送高雄地检署来侦办。只是28号早时到高流中心周边，也是有看到流动摊商，而且一看到媒体，就赶紧离开。不要买会比较好，毕竟政府也是花钱请这个 IP 来，对，那买盗版的话，一定伤害这个就是台湾的形象，然后也会损毁这个 IP。创作人的权利嘛，对。
我觉得还是要循规正常的管道来购买。让盗版更加猖獗啊！他会觉得有商机啊，他都会去那个弄盗版的东西来卖啊，当然是不要啊。高雄市府今年甲日本人气 IP 联名办活动，27号游客数上悬的时阵66000多人，是去年初三上悬的时阵。市府乐观看待这个活动嘛，当吸引更较侪人，嘛要求警方爱加强处理涉嫌侵权的行为，才袂伤害到社区的形象，嘛互活动扣分。公司新闻王柳婷、明昭宽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10度至18度，中部地区7度至21度，南部地区9度至22度，东部地区9度至19度。还有外岛地区9度至17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平安顺心、家庭和乐、大赚钱。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新的一年趁钱趁卖力，大人囡仔拢欢喜。大村啊，大村人，新年新气象，平安。